继续要来看是这个高雄三明区的宝西里边啊有绿园道，环境是真清幽。也毋过有住户来反映讲，这个鸟鼠也是有够多，多甲真恐怖。讲伫咧厝内放迄个鸟鼠啊，人来掠鸟鼠，半冬内竟然掠到151只。讲这鸟鼠啊，暗时拢会规定扫出来，互人看到起鸡母皮。啊，讲这鸟鼠啊，拢是为附近一个50多岁独居的男子因兜扫出来的。也毋过甲反映，伊拢无要插腿，啊，甲市政府、甲民意代表来တင်情，嘛拢无解决，因是有苦无得讲。十几只鸟鼠伫遐咧扫，就算阁留啊有距离，要求人起鸡母皮。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鸟鼠算甲真欢喜，毋过住户拢真烦恼。住户随时拢咧备战，充满鸟鼠的所在，伫高雄三明区宝西里，边仔阁有绿园道，环境真好。毋过居民讲，即马逐工拢有鸟鼠，阁袂住户去便扫，而且线路嘛用架灯，有人阁伫厝内放保持人啊。订了151只，今年啊那个年数绑一次吼，有时候可以连4、5只啊。很大只，像小猫一样。中早阮兜搭到4啊，逐位拢无法度啊。住户讲，鸟鼠来住附近一位50多岁独居男子，亲人几年前搬去北部，敢若剩伊，因兜定定有奇怪的味，甲伊讲伊拢无咧神经。居民嘛向市府民代တင်情几啊摆，问题却一直无解决。已经告发13件次，那累计裁罚的金额总共有38700元。尽速取得屋主的同意后，联合相关单位依法执行后续清除作业。居民讲，这生活环境真好，厝价嘛袂歹。不过这几年煞变做鸟鼠天堂，互因真困扰。希望这摆真正会当解决鸟鼠的问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